受到泰利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台南的沿海地势较低七股，涨水过头了后就落大雨，而且当地拄好伫个时间，甲水闸门关起来，致使水汹下袂离，引起人家厝内底，附近10外户水是规拢灌入去。 这水因过排水沟甲大路无照墩，根本分袂清楚倒一边是路。受泰利风台外围云系影响，台南滨海地区地势较低，7股3股里，16中到11点外落大雨，水一了就淹入徛街，大约10到20公分。碰伊拢泡水，差点仔淹到冰箱，方面就是真无奈。碰伊嘛拢差不多下伊啊。系啊。啊，甲形容安尼会惊到无啊？ 哦，老岁仔住伫遮惊一个。根据统计，当地大约有10户到20户徛街淹水，消防局接报了后，知影里内护林人因为进前受伤，行动无方便，为确保安全，赶紧派人到现场协助有防性撤离。阮即马新建即个水门遮吼，设施因为去挡着水，毋过咱第一时间是有甲厂商引起，因就赶紧派人来将即个太空包甲扭开。 李长讲，当地正伫个水甲雨花贴管抽水平台设置这水利工程，目的正是要防止淹水。无受到厂商因为灌井这工程暂时甲水闸门关起来，反倒当造成淹水。加在水闸门拍开了后，这水下晡已经退去啊。而这波落雨恐惊落到18。礼拜一、礼拜二，整个台湾附近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所以环境上还是不稳定的，尤其是在礼拜一的下半天，接着礼拜二的水汽是特别多的。气象局讲，泰利风台有机会增强为中度风台，不过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即阵要有一个热带扰动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发展，有估伫22、23有机会发展成做风台，向西北西前进。也毋过这路向甲强度，拢要需要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